準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有城中勇士搶啊，陸小鳳啊黑帽中檔啊，第3位出邊黃金盒啦，咁啊第4位內蘭百里王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啊走上去嘅馬呢，仲有呢隻果然僥倖啊，5福星呢，大約6、7位淺藍帽嘅埋邊啦，咁啊藍衫黃帽呢，馬林入邊喎有手盡啊，內欄位置呢，就有呢隻本能啊，後邊啦，咁啊後邊嗰6匹馬啦，白衫咁啊橙帽就係呢隻金風萬里啊，尾6嘅後邊嗰5匹飛雲啦，內欄尾4紅衫嗰隻呢，就紅黃繽紛，後邊3匹馬線路江華搶唔到啊，藍眼罩尾3啊，尾2同有雲包咗落尾呢，就快活同盟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城中勇士就帶住黃金盒入嚟嘅，中檔第3位有陸小鳳啊，埋邊就百里王啦，中檔位置有手進啊，咁啊金風萬里白衫橙帽響中檔亦都推進緊，埋邊位置咧上咗少少咧，仲有呢隻就本能嚟噶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城中勇士放順咗，接嚟1個身位啊，中間位置黃金盒捱緊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咁啊入邊追上嚟啊呢隻咧就百里王啦，咁啊外邊位置仲有隻手進啊，接近終點擺咗喺前面走啊，就喺呢隻城中勇士一放到底啊，百里王咧就跑第2，第3黃金盒，第4名要影相啊，有手進啦，同埋姍姍來遲喎，就係紅衫嗰隻紅黃繽紛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嚟晒一啲主動型㗎嘛，而城中勇士都好有決心擺咗喺前面走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，百里王跑第2，第3呢係嗰隻黃金盒都係擺前㗎啦，第4名究竟係手進呢，定係姍姍來遲嘅紅黃繽紛呢？需要影相。飛到馬到啊！城中勇士袁幸堯一放到尾啊，跑第2名百里王，第3呢就呢隻黃金盒，第4呢手進嘅機會高啲啊，後尾手進都有少少落飛嘅。好似放頭着數咁喎，係咯，好惡追都唔斷喎，放頭係贏添啦，城中勇士，百里王出到嚟靚。